但係有一個球員打滿咗成節。面對聯賽排名第2嘅廣廈，廣東贏嘅分仲多過深圳。雖然話深圳打前哨已經將廣廈喺呢一個時間點上面嘅弱點暴露咗出嚟，廣東隊係開卷考，但最後嘅勝利仲係要用自己嘅方式。孫銘徽同布朗從2月份已經冇打，冇人持球，導致進攻發起質量唔高，係廣廈嘅問題。要專門去纏繞大卡，從罰球線開始去防胡金秋。上一場咧，其實深圳隊都係咁樣針對。除此之外，仲有幾個點，包括3分要果斷咁樣射，用全力去搶開局，用力去打轉換。廣東隊開局都係咁樣做，亦都取得咗較大分差嘅領先。如果從全場比賽嘅走勢睇嘅話，廣東隊係3起2落。開局各個方面都做得好，無奈打咗6分17秒，蘇寧加受傷落場之後再都冇上場。呢個變化係啱啱好發生喺第2陣容入替嘅第1節嘅中後段。本來咧順理成章做好咗輪換先啦，又正係呢個時候球隊進攻開始出現唔順暢，節奏出現脫節，13分嘅優勢剩低7分。而呢一段時間呢，其實亦都正係廣廈上大外援卡爾頓嘅節點。顏色地帶正係廣東隊最擔心嘅區域。廣東隊主教練杜鋒似乎都感覺到第2節會麻煩，於是廣東隊喺第2節只係用咗9個球員，但係有1個球員打滿咗成節，徐傑。防守擺明係內線高度唔夠，係防唔住，必須要維持進攻得分，就只能夠靠徐傑。哪怕佢唔需要每個回合去組織，喺困難嘅回合接管就得。意外收穫係崔永熙喺中距離可以限制住咗深信，黃少傑、黃鴻澤喺內線居然喺某啲回合裏邊頂住咗對方嘅內線。黃鴻澤仲領略到咗深圳隊快攻嘅精髓，就係長人參加快攻，把握度特別高。只要黃鴻澤向住黃浩然嘅方向培養，加埋崔永熙，咁廣東隊鋒線就可以支撐起身。而第2節同第3節嘅本質上面相差唔遠，只不過第3節把握住咗一啲3分，用人可以鬆動一啲。第3節尾段穩住局面，其實都係靠翻徐傑重新上場，所以徐傑嘅正28嘅正負值係好有說服力。呢場比賽把握度最大嘅一套陣容咧，係崔永熙加森拿加昆恩加徐傑，分別再搭黃鴻澤同黃少傑，展現出從對抗性到防守伸縮性再到進攻空間咁嘅優勢。張浩加杜潤旺喺過渡時間裏邊去提供一啲功能性嘅支持。不過呢場比賽只能夠部分參考。廣廈輸俾深圳同廣東嘅呢2場波，胡金秋乃至好多佢哋嘅國內球員嘅狀態冇調整好，就會導致過於依賴達卡。佢身體條件確實係出眾，但係佢越係單打，球隊配合越差，其他隊友嘅狀態就越差。廣東隊咧確實係有進步，亦正如杜指導所講，球隊正在向好。不過蘇寧加嘅受傷似乎都喺度提醒，未雨綢繆，需要多一個大外援。